扮演这个张军健是一个侦探。好哦，我觉得有点中二的那种感觉，哇，我的是这里啊，他想拍不到，呸，又不能呸，就是我讲一些拉一些有的没的，但其实他是又很细心的去观察到所有细节。沉默之墙。张军健探案这个系列作品，是我大概从2002年、2003开始去思考台湾社会应该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侦探，怎么样才可以让台湾的读者感觉到说，这个角色是真正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来跟我们一起办案。我们就决定要选择《沉默之墙》作为改编的一个作品。好强。小说它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可以写很多细节以外，它也可以深入角色的内心，去写一下他的思考的活动。但是在剧本上面就必须要非常精准，可能1-2句话就要到达我们要的效果。那这部分是我觉得挑战最大的地方。他跟我讲说，季晴想把他小说改编成第一部影视作品，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然就是剧本也没看，我就直接先接再说了。一直觉得冥冥中他们蛮有缘分。当年翻开他小说的第一瞬间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张军健的小说如果拍成影像化的话，不知道该有多好。原来他是一个推理小说的狂热分子。后来再看到拍摄的成品我个人是非常开心的，就是因为曾豪导演对于推理小说、对于推理剧的深刻理解，才有办法把我所心目中所认定的推理剧应该长什么样子，栩栩如生的呈现出来。干嘛一直笑黑色电影的风格呢，它往往就是社会性的东西，包括背叛、欺骗，是有揭发人性黑暗面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作品它本身也有符合这样的特质。在导这部戏的时候呢，我就试着把一些黑色幽默放在里面了。观众以为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结果原来是史蒂夫，然后已经吃到一半了。对，刚刚监视到一半还没吃完，然后稍微拉一看，一口，不要讲好吃，心里想好吃就好。然后让观众在沉重之余，他也会有一些会心一笑的桥段。我希望能够拍成这样的风格。沉默之乡其实它是由我们台湾本土的推理小说家季晴的张军健探案系列的短篇。我觉得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如何将推理小说改编成戏剧作品。推理小说其实有很多的谜团轨迹，往往需要大量的文字去堆叠跟铺陈，所以在故事的改编上面我也是跟导演还有季晴老师以及我们的制作人惠竹多所讨论跟琢磨，想要让整个戏剧能够不失小说的原味精神，能够最道地原汁原味呈现出来。要真正的创造一个经典角色，它是需要时间的淬炼。季晴老师的张军健探案系列，经过了10多年的文本的累积，我们可以在他的原著小说里结合了很多属于台湾在地的文化特色，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 MIT 的侦探。我们希望借由《沉默之乡》当成一个起点，未来能够将整个张军健探案系列改编成系列影集，跟观众见面。
双手在黑白琴键上互相作配，这世界那么颓废，才会让城市崩溃。戴上面具，跟自己作对，在这片深邃的海，一个人徘徊，每一滴汗水流下眼泪，盛开的多美，秃鹰不断在天空盘旋，找不到方位，就像我爱的那么累。胸口的黑色蝴蝶，刻画的那么唯美，腐坏的情感瞬间爆裂，被寂寞包围，持续破碎的画面，不断诠释着伤悲。后条防备，真实的另类。这世界那